基本上每天拍摄都是36度，最热的时候。你知道我现在拿了一件儿。哎，你别说你，我这里边也花花，快喝花花，快喝！你是生完孩子的你呢？你呢？我体质一直都是生完孩子的体质，而且是刚生完孩子没出月子的。穿着那个鸭子服特别累，然后特别热，我瞅着，哎呀妈呀，感觉真不容易呀！快扒！整体往下吐，你看着，揪一下，揪一下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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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给自己那什么，搓了个泥儿啊！确实有，完全没搓过澡。粘就粘啊，别上下滑了。